喂，天驕設計咁我哋又嚟到位於大角咀嘅呢度叫做港灣豪庭啊，一個露台咧比較的士嘅，但係咧就有一級啊，呢個係有一級，小朋友好容易咁樣爬上去，然之後發生一啲大家唔想象得到啊嗰啲好危險嘅嘢，咁所以咧客人咧就需要將佢裝一個防護網，咁呢個防護網咧好緊要嘅，咁用316不鏽鋼絲啦，呢隻網咧就可以好安全咁防到小朋友嘅衝撞啦，大人嘅衝撞啦，工人姐姐嘅衝撞啦等等。而家咧特別要求啲業主咧係要將個加條橫線，呢個橫線咧係可以管住晒呢個位置，咁樣咧隻手會好痛，咁一日小朋友嘅頭啊手啊完全出唔到去，好實淨嘅。呢個叫隱形防護網，係我哋天驕設計做咗10幾年以上嘅經驗累積出嚟嘅，全香港所有屋苑都可以做。好似呢個屋苑咁，係好需要做。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或者係有養貓嘅話，係啦，因為佢真係處於一個比較危險嘅，有一級，有另外一個膊又唔係高咧，大約1.05米度，咁所以咧就好需要做一個防護網保護自己屋企小朋友，同埋同隔離屋露台咧係連埋一齊嘅，即係你好容易去到人哋個露台，人哋露台或者唔係話隔離屋啲人啦，可能某啲不懷用心嘅人可以隨時入到你屋企，所以呢個防護網對於保護家居嚟講都好安全，可以保障得到嘅。為我哋天驕設計 Steven 為你度身訂造，親身安裝，多謝晒。